哇！第一日入到嚟呢間屋咧，坐喺張咁嘅 sofa，望住咁靚嘅海景咧，真係唔捨得起身。今日 Hugo 咧好榮幸啦，收到業主嘅邀請咧，過到嚟咧科學園白石角呢度一個全新啦，叫半新樓啦，朗圖參觀一間咧海景大平層，仲有內置樓梯咧，連自己嘅私人天台。而且呢個業主咧花費不菲啦，成屋咧全新裝修，自己咧都未有機會享用，咁好難得咧可以國外啦，俾我哋參觀到。事不宜遲啦，我哋而家帶大家開始參觀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又係 Hugo。今日咧帶大家嚟參觀呢個科學園白石角嘅朗圖 Ontolo。講緊呢個單位咧，實用面積1700幾尺。見到我大門行入嚟咧，見到成間屋嗰個 Earth Tone咧，本身覺得非常之舒服。其實業主邀請我嚟拍嘅時候咧 ，send 咗啲相俾我睇咧，我已經其實有個衝動咧，真係一定要嚟拍呢間屋。因為其實你話幾豪華示範單位啊，幾靚 design 示範單位，我哋都成日睇。但係咧，我個人最中意睇呢啲咧，本身咧係叫度身訂造啦 ，tailor made， 由自己業主咧一手一腳打造啊，去設計啊，點樣人性化，點樣可以做到成間屋咧自己最啱住一種設計咧？我覺得咧拍落去咧係最靚啦、最舒服嘅一啲單位嚟㗎。今日參觀單位咧係一個橫廳嘅設計咧，好容易區分咗一個客飯廳，而且佢嘅樓底咧有成3.3米高啊！業主咧奉行呢個 Less is more 嘅一個 design 嘅概念啦。你見到佢嘅頂咧唔會特登做啲假天花啊、筒燈咧去遮掩咧佢啲陣位，反而咧佢用咗最簡單、最天然，就係用盡個樓底咧點樣去設計呢間屋，加上利用出邊嘅海景啊咁好嘅採光度入嚟咧，成間屋唔會覺得壓迫㗎。我哋見到飯廳旁邊啦，本身做一個我哋叫 pantry 區，或者頭先同主人傾偈啦，佢覺得一個 cold cut 嘅一個 area 啦。如果平時有時招呼朋友翻嚟咧，可以喺度食下啲冷盤啊、小食，亦都係咧好貼心嘅，因為你招呼朋友翻嚟冇理由下下入去攞杯水噶嘛。佢就咧特登做咗一個 cooker 嘅一個即熱水機啦，變咗平時客人或者自己咧入去飲杯水嘅時候，唔使特登咧下下行到廚房啊，咁喺度咧做咗個 cooker 嘅水龍頭，我覺得係幾人性化嘅。因為頭先同業主傾偈嘅時候咧，我都話啦，我哋睇好多咧外國 YouTube 啊，點解香港好似冇乜發展商啊或者業主咧會咁做嘅咧？其實又真係幾好用嘅。嗰度你見到咧呢度個 coffee 嘅 area 啦，咁可以做啲飲咖啡嘅地方啦。另外見到咧佢所有嘅櫃咧都係自己咧從呢個外國訂做翻嚟，包括你見到啦呢啲咁形性化啦，你做到咁高嘅樓底，咁啊一定要做翻一啲咧活動嘅面板嘅。平時撳翻落嚟咧，又好容易收納到啦。所以你見到咧，成屋咧呢度好多收納櫃咧都做好晒，可以咧擺到好多咧儲物嘅空間。喺 pantry 嘅隔離咧，嚟到一個 dining room 嘅位置，你見到咧佢就做咗一張咧橢圓形啦，好有風格嘅一個墨綠色嘅餐台啦，同成屋呢個 earth tone 咧做咗一個顏色嘅對比。本身咧有啲人如果你覺得啲 earth tone 咧太齋嘅話咧，有時係靠呢啲家私咧，令到咧增加咗嗰個咧強烈嘅設計感啊。另外呢盞吊燈咧，充分利用咗成個樓底嘅高度啦，你就咁擺喺度咧都唔會覺得壓迫感。加上我哋呢個位咧真係咧斜望出去咁靚嘅一個吐露港海景咧，成間入嚟咧我哋就算話唔開冷氣啊，呢啲海風吹入嚟咧都非常之舒服。幻想一下，平時兩公婆食完晚飯咧，可以坐一個戶外椅啦，喺個露台嘅位置欣賞到咧咁開揚嘅海景。而且咧，朗圖有一個地理位置都非常之好，因為佢係最靠近呢個科學園嘅。如果你話咧經過咗海濱長廊行翻過去隔離咧，已經有酒樓啊、supermarket 啊，同埋有啲 coffee shop。平時咧食飽飯可以去散下步啊，行下呢個海濱長廊啦，感受下咧真正一個海濱生活。
今次入到嚟呢個客廳，見到呢張 sofa 都幾特別嘅，因為佢做咗兩邊嘅 angle，好簡單。如果你平時睇電視咧，就望翻呢個位啦，或者好似我嘅片頭咁啦，平時坐喺度靜靜地望下海景，喺度咧開住聽下啲黑膠碟咧，成個 feel 咧出晒嚟。而且咧會行到呢個客廳位咧，好多人會覺得奇怪。點解呢度咧有一個圓柱位咧？其實佢原裝咧就冇呢個位置。不過頭先同業主傾偈啦，佢一個咧好識享受嘅人啊。呢度佢做一個咧 reading 嘅 area 啦。咁你平時可以真係靜靜地喺度睇下書啊。平時咧如果做咗呢個柱位出嚟咧，你又唔會望到入邊嘅睡房區，變咗有自己一個咧私人嘅一個靜思嘅空間裏邊。剛剛同業主傾咗啦，佢呢啲面板咧特登喺意大利訂翻嚟啊。由於個高度咧超過咗呢個部 lift 啊，所以特登咧真係揾人手抬過嚟。嗰啲鉸位咧都用咗奧地利咧訂做翻嚟嘅鉸，所以咧你見到佢整體嘅入牆櫃咧嗰個用料都非常之好。你見到啲玻璃磚咧，除咗可以透光啦，仲可以分隔開咧。呢度咧入邊就係一個獨立嘅廚房。呢啲位咧都冇嘥到，做咗一啲收納櫃啦，可以擺一啲雜物。過到嚟咧就係廚房嘅位置。廚房咧都係當年發展商咧一手嘅交樓標準，因為已經配備咗一啲 Miele 嘅爐具，基本上唔需要再浪費啦。因為呢啲都係頂級嘅爐具品牌。過到嚟咧有工作平台咧，仲有自己一個咧少少嘅種植空間。參觀完客飯廳入到嚟，先參觀下主人套房嘅空間。你見到咧，行到嚟呢個位咧，就頭先我哋出邊咧嗰個 reading area 嘅位置。其實我從呢啲細節咧，就真係睇得出咧，業主咧買呢間屋咧，原本真係好想自己住嘅。你見到做咗個 B&O 喇叭啊，將出邊畫咗一個閱讀區啦，同埋呢度出啲音響啲聲出嚟咧，又靚啲。你諗下喎，要特登將一封直身嘅牆打通去做一個 booth 位出嚟咧，大家都知道個工程咧幾咁浩大㗎啦。而呢度咧可以做咗三邊落床啦。喺鏡頭後邊咧，另外分間咗一個獨立嘅衣帽間區域，而且主人套房有個好處啦，都有一個露台咧，同客廳一樣外望出去咧咁靚嘅海景。如果平時咧唔想喺出邊嗰度坐咧，喺自己嘅睡房咧，慢慢喺度飲杯咖啡咧，都非常之舒服。主人套房後邊一個衣帽間咧，見到同樣用一啲意大利板啦，訂咗翻嚟做一個直身嘅衣櫃，成個收納空間咧非常充足。另外呢度仲可以擺啲飾物啦。後邊咧做咗一個入牆嘅一個消毒衣櫃，再轉到過嚟咧，穿過去呢個磨砂玻璃位置間開咗咧，就係佢主人套廁嘅位置。今次嘅單位原裝咧係一個4房間隔，但係業主咧因為都係 tailor made 啦，自己用啦。我哋參觀完主人套房過到嚟後邊咧，會另外咧後邊有2間房之前，呢度咧有一個咧 washroom， 咁啊可以後邊咧嗰2間房嘅小朋友使用。入到嚟參觀咧，呢個就小朋友嘅房間，係由2間房打通而成嘅。好似片頭咁講啦，原本個單位咧業主咁悉心打造啦，用咗差唔多500幾600萬嚟裝修呢個單位咧，真係諗住自己住。不過可惜啦，小朋友要去第二邊讀書啊，咁所以要轉去第2個區。呢個單位咧未享用過，但係用咗成9個月至10個月嘅時間咧，精心去裝修。你見到小朋友房啦，呢度已經做咗個升降書台啊，啲收納櫃，劃分咗一個 area 咧，俾佢喺度溫書。轉到過去咧，後邊咧有一個彈吉他嘅地方啦。行上去咧有個 loft 嘅位置咧，就係佢睡床嘅區域。過到隔離咧就係另一間嘅套房啦。呢個套房咧入到嚟已經好正咧，有一個自己嘅獨立衣帽間嘅位置啦。你見到啲收納空間啊做得好充足，呢度仲可以擺下啲包包。過到嚟咧佢有自己嘅套廁啦，個套廁咧都係明廁有窗嘅。轉到入嚟咧都係統一翻啦，成間屋嗰個設計風格啦，比較簡單啲。另外值得一提咧，你見到佢今次嘅牆身咧用咗一啲咧 SPC 嘅塑料板啦，我都問過業主原因嘅。咁其實就好似話齋啦，因為自己用咧就真係諗得多啲嘅。
如果你天台單位啊，尤其是望海咧，好多客都會驚潮濕啊，同埋如果太曬咧，啲牆好易爆。如果用呢啲塑料板咧，你就叫做歷久常新啦，望落去永遠個色啊，同埋個保養啊，同埋你打理咧都會易好多嘅。最後經過內置樓梯上到嚟天台嘅位置，呢個天台咧非常之方正實用啊！首先你見到啦，業主都好捨得啦，做咗啲組合櫃啊，咁可以擺啲戶外用品啊，或者有收納嘅空間。過到嚟咧個休閒區啦，平時可以同屋企人啊或者親朋知己喺度傾下偈。再轉到過嚟咧有一個戶外嘅一個餐廳區啦，或者你喺度 BBQ 都得，因為呢度咧都係望正成個海。而且我成日話咧天台咧好緊要就係做玻璃圍欄，呢個位啱啱好咧。你坐喺度水平線咧，就可以經過一個玻璃圍欄咧，望到咁靚嘅吐露港海景。而過到嚟呢邊咧，你見到佢本身已經做咗啲咧水喉位啊，呢啲水吧區，咁可以喺度招呼朋友，即係喺度燒嘢食啊，飲杯嘢。值得一提咧，過埋嚟就睇到咧，佢訂咗一個4個一啲咧日本訂翻嚟嘅 Inaba 嘅戶外啦儲物箱，咁有個組合屋。咁其實佢跟足規例咧，就我平時講嗰啲啦，佢係墊高咗咧冇 fix 死嘅，而且咧佢洗衣機、乾衣機咧都係擺埋呢個位，咁所以就係話咧。成間咧真係好人性化，每一個位置咧都係考慮到一個用家需要。工人平時喺度晾衫啊、洗衫咁啊，一體化唔使走嚟走去。另外呢個天台仲有一樣嘢咧值得一提嘅，咁啊業主當其時買翻嚟咧，成個朗圖咁多個天台單位，唯一呢個天台咧係冇一個吊船啊。咁吊船咧有時我哋睇好多天台單位咧，啲客就會覺得哇，好似好即係礙眼個感覺啊。咁呢個單位點樣洗玻璃咧？頭先我都問咗啦，佢就係反而用隔離嗰個單位嘅吊船咧，就吊個工人落去咧喺度洗玻璃，變咗咧你又可以洗玻璃得嚟咧，呢度咧又唔會有個好礙眼嘅吊船咧頂住自己個景觀。最後我哋望埋個車位啦，已經有充電樁啦，可以為自己嘅電動車充電。其實白石角呢個 area 咧住啊真係好住，因為一個咧真正嘅海濱生活。平時食完飯啦，可以咧海濱喺度散下步。我哋直行過去咧就係科學園。入邊咧所有嘅民生配套咧都非常之齊全啦，所以咧真係一個好適合人居住嘅地方。今日咧我哋就參觀完畢噶啦。如果有興趣了解呢個單位嘅資料，或者直情想睇樓嘅話咧，歡迎可以隨時聯絡我。影片途中咧有我 WhatsApp 同埋微信嘅 QR code，掃一掃可以揾到我噶啦。最後希望各位咧繼續支持我 YouTube Channel CLSS， 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